执念如尘，细微而无形，却能在不知不觉间覆盖心灵的每一寸角落，让人迷失在过往的影子里。它像是一层层堆积的灰烬，轻轻一触，便扬起满天迷雾，使得前方的路变得模糊不清。我们或许以为握紧了执念，便能保有某种确定性。然而，那些已经远去的人，那些已经发生的故事，终究只是流光之中一抹短暂的痕迹，无法回溯，也无法改变。执着于无法挽回的过去，就如同在掌心紧握着一捧沙，越是用力，流失得便越快。欲望似雾，弥漫于心，使人分不清方向，让脚步变得慎重。无穷无尽的追逐，让我们误以为拥有的越多，便能填补内心的空缺。然而，欲望从不会真正被满足。当一个目标实现，另一个念头便随之升起，如同晨雾般缭绕不散，让人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在欲望的驱使下，人们奔波于无止境的竞逐中，却忽略了最纯粹的快乐，甚至忘记了当初出发的初心。其实，当我们放下那些无谓的执着，停止无休止的渴望，便会发现，内心的宁静远比拥有更多来的珍贵。挥散那些纠缠的念头，让尘埃落定，让雾气消散，迎来一颗清澈的心灵。当我们不再紧抓着过去的回忆，不再沉溺于过度的欲望，当内心变得纯净透明，才能看见真正重要的事物。就像湖水静止时，方能倒映出完整的天空。当我们的内心无波，世界便能以最清晰的模样呈现在眼前。人之所以感到痛苦，往往不是因为失去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无法放下那些无法留住的事物。试着放下，试着轻轻地对过去说声再见，试着张开双手拥抱未知的一切，也许会发现，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好从未远离。在情绪翻涌的时刻，静下心来，问问自己，是不是又在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？有时候，焦躁、悲伤、愤怒的情绪，并非来自现实的挫折，而是来自内心的期望与现实的落差。我们期待某个人永远陪伴，却忽略了人来人往是生命的常态。我们渴望某个结果，却忘记了许多事物本就不受我们控制。当我们过度沉迷于自己设下的幻象中，便容易对现实产生不必要的抗拒，从而让内心充满无谓的挣扎。其实，世界本就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运转，许多事物的变迁是自然的过程，越是抗拒，越是痛苦。不如试着顺其自然，让内心少些束缚，让情绪随风而散。或许会发现，真正的平静早已在心中。人生旅途上，总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，然后便会在某个转角处告别。无论是朋友、恋人，还是曾经无比亲近的家人，离别都是生命的一部分。面对那些中途下车的人，我们无需耿耿于怀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同，彼此相遇已是一种缘分。能够同行一段路便已足够珍惜。我们无法强求每一段关系都能长久，也无法勉强每个人都留在身边。真正的成长，是学会接受那些终将远去的事物，学会在放手之后，仍旧微笑着向前走。过去的美好并不会因为离别而消失，它们曾经带来的温暖，将会永远留存在心底。回头看看，多少次因为紧抓着过去不放，而错过了当下的美好；多少次因为不愿放手，而让自己停滞不前。如果我们将过去抱得太紧，又怎么能够腾出双手拥抱未来？那些逝去的时光，那些曾经以为无法割舍的人与事，都只是人生旅途中一抹短暂的风景。不管如何珍惜，也无法他们留在身旁。我们能做的，唯有在告别之后，带着记忆继续前行，让那些过去的片段成为成长的养分，而不是前行的枷锁。未来就在前方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张开双手，坦然迎接它的到来。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不同的风景，每一次选择，都是一次新的开始。与其困在过去的阴影里，不如让自己轻装上阵，将那些执念放下，让那些无谓的欲望消散，让自己的心变得清澈透明。当内心不再被过去牵绊，当我们真正放下那些无法改变的事物，才能拥抱真正的自由，才能看见生命最纯粹的美丽。